第三個國家肯收佢。咁我先講下第一個咁嘅環境。如果當時香港政府決定係遣返楊洋返中國啦，我相信嗰個各方面嘅反應，不但係淨係香港世界性嘅反應啦，會好強烈，對香港咧係非常之不利。點解我咁講咧？不但係人權嘅組織咧，大家都知道，喺自由世界度嗰啲聲音係好強嘅。咁做法咧，就我諗香港政府都幾難處理。去台灣更唔好講啦，我相信中國嘅反應會比而家強烈得多。咁咧，香港政府就以我嘅睇法啦，佢就揾咗第三條路，係應該係唯一最輕嘅路嚟行，就係去第三個國家。不過中方就話，英方喺送楊洋去美國之前，曾經要求中方提出保證，唔會追究楊洋。中方於是透過新華社發出聲明，但係結果英方並冇交翻楊洋，而係將佢送去美國。除非你唔問過中方，咁你話我驚住佢真係受通緝，或者真係受咗迫害，咁你可能可以咧另外作一啲考慮。但我覺得既然間又真係事實嚟嘅，問過中方，中方話保證唔會懲罰佢嘅時候咧，咁咧我以為應該係送翻嚟俾中方中國一邊。如果唔係咧，點解要問佢咧？我覺得嗰個程序方面係點樣啦，我就自己都唔知啦。我都話到最後都有三個選擇啫，無論你點做到底先做呢樣或者後做嗰樣，有冇咁嘅？總之楊洋事件咧係一件對香港政府嚟講係一個好頭痛嘅事件嚟嘅，係即係點樣處理咧？已經處理咗啦，嗰個後果有反作用咁，而家要處理呢個反作用啫，就唯一希望互相採取一個正面嘅態度嚟積極處理。我啱啱都話，我自己相信呢個場面係香港人唔希望見到嘅嗱，有啲人有咁嘅講法咧，即係今次事件即係中英雙方好似俾人嘅感覺咧，就係即係英方做初一，中方係做15，即係你不仁啊，我不義咁樣。即係你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咧？我諗呢個咧就可能現實上會有啲咁嘅情況嘅，但係可能唔係話即係譬如中方睇咧，可能就唔係，就佢覺得咧，你唔係淨做初一，我做15，你做咗好多次，我先至做翻一次，俾你知道。實在一路嚟咧，似乎大家忘記咗香港嘅穩定繁榮咧係多方面嘅合作，係誠意合作，就唔能夠完全當即係講粗啲咧，當中國冇到咁，呢個似乎又唔係好得嘅。即係現實上好現實嘅嘢嚟，就我哋面對嘅係好現實嘅問題。好多問題咧，基本上係大家要解決嘅，合作去解決嘅。即係我覺得可能俾香港市民嘅感覺咧係咁樣嘅做法就你不仁我不義咁樣。但係喺政治嘅層面唔係咁 clear cut 嘅，即係唔係咁清晰話係咁樣嘅。我覺得即係而家係自從6四事件之後咧，就大家嘅關係咧就係比6四之前就差咗呢個大家亦都可以感覺到嘅。咁喺咁嘅情形之下，點樣重建信心點樣去同中國打好關係點樣處理問題咁各方面都要作出研究啦。其實，自從北京6四事件之後，中英雙方喺香港問題嘅分歧就惡化。英方一度單方面宣布中斷中英聯絡小組嘅工作，令到中方不滿。雖然中英聯絡小組最近已經復會，不過中方嘅首席代表柯在削前幾日就指英方縱容極少數人利用香港進行破壞及企圖顛覆中國政府嘅活動。許家屯琴日亦都發出類似嘅訊息，話解鈴還須繫鈴人。至於所謂企圖顛覆中國政府嘅活動，係唔係針對最近搞咗好多政治集會嘅全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呢？佢哋並冇講到好明。不過最近就有啲言論認為，
要取締支聯會。支聯會係一個民間嘅組織，只要佢哋經循住即係不違法嘅手續係成立咗之後，你點樣可以話你聽日就唔係啦，唔能夠搞？喺香港一個咁嘅自由社會裏邊，亦都係用根據法律嘅。只要佢唔犯法咧，你又好難話即係太過。但係冇否認，如果佢哋嘅人士有啲動作、有啲行動、有啲言語太過嘅時候咧，就一定會影響到，就算唔係一個地方一齊啊，將來就算係鄰國都好咧，就影響到嘅時候咧，我諗咧，就政府嘅責任咧就要提醒佢哋，希望佢哋要識得處理啦。而港督喺禮拜三嘅施政報告亦都提到，香港人喺引用法律同享用自由嘅同時，必須勇於負責同謹慎克制，唔好直接介入經常係複雜嘅中國內政。由於中英之間對香港問題存在嘅分歧，中國幾時至肯收返走嚟香港嘅非法入境者，而家仲係未知之數。好可能喺短期之內不能夠解決，但係我相信長期一定係解決嘅。呢個唔解決係唔得嘅。長期嘅意思係你話1個月啦，還是係1個禮拜啦，還是係點樣啦？咁呢個好難講。呢個就係純粹睇下雙方點樣態度嘅問題啦。一個短時間裏面會係有少少咁嘢，但係呢個唔需要太擔心啦。越南難民負累咗我哋咁耐、咁重，都係咁捱過啦。咁少嘅意思嘅嘢，咁我相信唔係好困難嘅。但問題，我相信中方咧都唔係專登令到我哋香港人煩惱嘅。不過就係提出俾大家，等大家知道咧，實在中英關係保持良好，大家係採取合作精神，係應該係互相互讓互諒嘅，為香港整體利益為最大前提嘅時候咧，咁我相信咧呢個先係最終為我哋最好嘅一個目標嚟。拒收非法入境者嘅事件咧，到而家已經第7日啦，仲未有解決嘅跡象噃。呢次事件咧，可以話係一次外交上嘅較量。咁其實中國嘅外交策略係點嘅呢？喺下一節咧，我哋係會同大家睇下中共建國40年嚟嘅外交。一陣見。我哋係會同大家睇下過去40年嚟中國嘅外交嘅。咁6·4事件之後咧，中國喺國際關係上係遇到困難。不過其實過去40年中國嘅外交亦都唔係一帆風順嘅。雖然係咁，中國仍然能夠由一個弱國變成一個喺國際上邊舉足輕重嘅力量。經過係點？一齊睇下。1949年10月1號，毛澤東同中共第一代革命家喺天安門城樓上邊主持開國大典。喺中國人民同呢一班中國新領導人嘅認識同埋親身體驗裏邊，近呢100年嚟，中國嘅所謂對外關係，只不過係等同於喪權辱國、割地賠款以及被逼同列強簽訂不平等條約。呢一班中國第一代革命家都深切明白到弱國無外交呢個道理。從此，中國嘅外交政策就走向一個平等外交嘅新階段。喺以蘇聯為首嘅社會主義陣營裏邊，中國亦都致力於維護自己國家嘅獨立同埋安全。1949年12月，毛澤